世界萬航台攏佇咱台灣成眼界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，我是主持人黃平真。最近國民黨黨主席要去中國，講有溫暖的春天，佮講全世界攏受到一中政策無抽離。人問美國、中國你要選倒一位？伊講大人愛兩個，囡仔才會選干那一位。今仔日四位專家學者入位鬥陣來討論。來，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，頭一位前中國國民黨立委陳以信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那麼第二位淡江外交與國際關係學系助理教授洪耀南，主持人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。那麼第三位是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，主持人、各位觀眾朋友晚安，大家好。那麼第四位是中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蔡英雄，主持人、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。那麼繼續，咱就來關心這條新聞。國民黨昨仔宣布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國民黨黨主席鄧麗文4月初7要帶團去訪問中國。鄧麗文昨仔隨着召開的記者會表示，全世界攏遵守着一中政策，無支持台獨。陸委會這邊是認為，這款的講法是呼應着中國對台灣的主張，三位一體的政策。行政院長杜英台早起的時陣，佇立法院強調，無全世界攏遵守一中原則這款代誌，嘛提起了國民黨法律規定，任何團體攏袂當甲對方進行着政治性的協商。國民黨主席鄧麗文要在4月初7去中國參訪，暗算會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來會面。鄧麗文閣表示講，全世界攏奉行一中政策，反對台獨，認為這絕會為人類的和平來做出貢獻。對這行政院長杜英台無評論黨務，但提起照兩項條例頂規定，任何團體袂當和對方做任何政治性協議，佮和政府的公權力有關係的事項。4月7號，我們是言論自由日，卻去到一個言論不自由的國家。也是對方在安排的，這明顯就是在挑動國內的神經。你講說不得與對岸進行政治性的協議，門關起來，你怎麼知道他談了什麼？如果嚴重情形嚴重的話，有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對，我擔心的不是他去跟中國談任何的協議，是我擔心的是去那裡領旨回來之後，繼續顛覆政府，繼續擾亂政府，繼續弱化台灣的國防。陸委會嘛提醒國民黨莫落入去中國統戰分化的陷阱，對國際社會傳錯誤的信息，各講鄧麗文的相關說法是咧呼應中國對台的主張，不應該全部接受中國的政治主張。在中共版的所謂9·2共識，就是兩岸同屬一中，共謀國家統一在一國兩制台灣方案上制止所謂的9·2共識、一中原則以及一國兩制，就是對台三位一體的政策。那就是沒有中華民國生存的空間。和平，我們可以有理想，但是不能幻想。國民黨呢，無論在執政或是在野時期，都比執政的民進黨政府更有經驗處理兩岸事務的關係。所以說，陸委會呢，不需要出言恫嚇、危言聳聽，就不勞陸委會指導了。針對今年度中央政府的總預算是持續調佇遐，就算國會進程通過成動資內面規模718億，38項的新型計劃，行政院嘛是還未執行。那樣的地方省長嘛話話講，全面攏在等。718億的新興預算，只佔我們今年總預算3兆0350億的2%。換句話說，行政院的大門不能只開2%。杜英台嘛，閣一擺呼籲在野較緊來審總預算，無應該冷嘴來切割，閣用第10回這議題來問哪樣。敢講嘛在等習主席對中國轉來，才予因新的指示。記者綜合報道。其實這個議題在國民黨黨內的討論我相信未比黨外討論的較少。所以今日特別邀請陳委員你來講看賣。因為我所知，咱過去咱黨內政治人物講的話，甲鄧主席即馬要行的這個路線，其實攏淡薄仔出入啦，這個出入無一定是方向無共款有的是行較緊，有的行較慢，有的較
較無遐清楚。唐委員，你感覺這是有共識的行動，還是講無？就黨主席先行出去，行落去才講。我安尼講啦吼，你若講大家講話哦，會攏共款無？兩個人講話可能有三款吼。主要兩岸關係吼，佇咧咱國民黨內底吼，對頂懸到下骹，我相信大家攏感覺兩岸關係是重要的，和平是重要的，發展是需要的。所以佇咧即個方向頂懸吼，大家是一致的。鼓勵招即個九二共識吼，嘛是咱誒主張吼。所以我是感覺講吼。佇咧國民黨內底，對於即個兩岸關係會繼續，兩岸的即個國民黨的領導人甲對方的領導人會當見面吼，這吼嘛是對20黨進前就開始有即個啊。你講連戰吼嘛有過去吼，朱立倫做頭一擺主席的時陣嘛有過去，洪秀條做主席吼嘛有見面。即個吳伯雄做主席嘛有見面，所以國民黨的主席甲對方的主席見面，這毋是頭一擺，這個嘛。特別叫你來就是你啊，即佇總統府近呢，迄陣是吼2015吼，馬英九總統的身份去見面的時陣，咱國民黨迄陣是9字共識，還佫4字一中各表咧。即馬這4字是放佇拖啊，還是講等於後面？你講這個問題真好啦！你講這個10黨進前吼，迄個馬習會新加坡我有去啊。對啊。嘿，這個會議吼，就開始咧安排吼，到親身參加，到佇咧遐吼主持記者會吼，迄攏我。迄當陣9·2共識，咱講一中各表，雖然講吼無這個兩岸攏講這4個字，不過咱就甲做出來。馬習會議當中，我講9·2共識，一中各表變成是一場演出來的一個劇啦。所以咱佇咧遐，我就代表中華民國開記者會，我就講馬總統，這是咱的記者會，所以咱總統坐咧遐，迄中央這個北京的這個電視台哦，擱甲咱的國旗哦係咧遐，所以講這個叫一中各表是演出來，大家都看到。在全世界媒體前面看到，所以這不是跟他4個字哦，這是規出去攏是一中各表。委員，那這擺地主席去甲中國，敢有可能這個國旗是？這無共款，咱迄屆是代表國家呢。馬習會新加坡會代表國家。這咱代表中華民國總統去遐在甲這個習近平領導人倆見面。後來不管是其他的主席還是這屆去，講實在，這不是代表國家，所以沒有國格會受到影響的這樣的一個事情。但是，在咧政治的這個交流，會當找到一個和平的基礎無？這是這屆要決定的代志啦。所以無要講一中各表這種代志。我跟你講，在咧兩岸關係，來我跟你講，今嘛哈袂使介意哈，在這個。鑽牛角尖，底下袂出來。兩岸關係一向大家，咱甲對方講的攏無共款，對頭到尾講的攏無共款，敢4個字共款9·2共識。咱強調一中各表，因袂願講。這個差別的本身對我們有沒有意義？有些人有意義，有一些人幾塊意義不是那麼的大。不過，咱會使甲做出來。咱中國國民黨的中國，就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嘛？咱就中華民國嘛。佇咧遮徛咧遐，你嘛知影。咱若見面，咱即馬代表國民黨，佇咧遐提出咱的主張。伊講因的，咱做咱的，你想那一定愛，伊愛講咱愛講的話，你才有接受咧。所以兩岸關係就是安尼，你有一個共同的基礎，你後你講你的，我講我的嘛。這個就是一中各表，當時也是這個意思啊。對吧？你這種意見是代表恁黨內主流的意見嘛？咱對迄當陣。在政府的時陣，咧做兩岸關係的時陣，咱就是這個方向。你講9·2共識一中各表就是安尼。我跟你講，迄當陣在咧這個 WHA 的大會，這個2016年的時陣有一個代誌，就是講因把這個給我們的邀請函，WHA 大會邀請函寫一個這個聯合國2758號決議文。還有 WHA 大會25.1號決議文來咧講這個一中原則，結果
看咱哪回要互咱去無？迄當陣我嘛頭一擺拄到即款問題啊，我總統府發言人啊，迄當陣咱就決定好，不管你安怎講，咱就寫9·2共識迄種個表甲你回，咱就堅持咱家己的原則，看你要答應無？啊，結果伊就答應啊，伊迄邀請函就寄來啊。2016年迄屆林奏延代表蔡英文政府頭一個衛生部長，伊嘛就去啊，所以這是做出來，這不是用講的爾。哦，這愛做就對了。愛做就對。啊，但是我的意思是講，你的意見吼，我會當講是算作中華民國派，會使安尼講。我唔知影所有的人的意見是安怎，我嘛袂知。我是講吼，咱以早做政府就是安尼咧做。啊，即馬我看國民黨鄭主席咧行的方向，嘛是這個方向。哦 ，OK， 我會請教洪老師吼，洪老師，你認為鄭麗文去到遐，因為我看伊即馬的發言，伊是一種政策，甲不支持台獨的共同共識，伊嘛無講到一種個表，吼，伊嘛無按算，我想應該是無按算要來講甲這其他的。啊，這主要的意義是，反正先行開卡，啊，9·2共識先倒在安尼啊，爾這策略性安尼爾嘛。因為這9·2共識這個講法就已經甲習近平2019年講的同款了嘛。吼，過去就是當然咱拄仔有嘛有講，就是講2019年之前，基本上就是有個表的空間嘛，就是台灣會使用的嘛，限定台灣版的嘛。啊，即擺來2016年。紅手條起的時陣，基本上伊就要統表啊，吼，伊無個表，迄陣就用統表嘛。所以習近平來到2019的時陣，咧到台灣同胞書40週年，伊就一種就9·2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啊，吼，迄陣就已經就定調啊，吼啊，所以基本上，張主席、鄭主席講的話就是甲習近平2019年講的話同款嘛，吼，但是伊個加一個就一種政策啦，伊打美國的一種政策。來開入來嘛，吼，意思講我講的甲美國無同款，伊講同款，無同啊，無同款嘛吼，啊這是一個講，這就是一個概念嘛吼，因為伊基本上伊是無，伊當然伊知影認知來，但係個細則來講就講，美國已經認知講你的想法是安尼，吼啊，但是我家己認知你安尼想法，我無一定講認同啦吼，伊這是一種的政策，所以伊用一種政策。加上什麼9·2共識，吼來包裝這屆，當然就通關密語啦。吼啊，這屆上重要咧看就是講，這屆咱拄啊開始的時陣，這屆是用中央總書記習近平邀請，吼是用黨邀請啦。啊，過來就是宋濤的記者會講啥，伊授權，就是講我是奉授權，我來宣布這件代誌。啊，代表這件代誌就是習近平家己親自部署、親自操作的，吼，因為該操作嘛。吼，啊，咱咧講就講為什麼這時間點嘛？基本上這時間點應該早應該是就定啊啦。吼，只是變化是安怎？頭前本來有一個川習會嘛，啊，川習會演到尾要來，但這變數嘛，啊，這變數了，敢有改變？我看就是干那就表示佇遮，所以這個國民黨的去台中訪問這時間點，基本上應該是早就定好啊。哦，因為無受到川習會的改變，差一擺。我感覺應該早就已經講好去啊，講好些時間點嘛。哦，因為這鄭主席要台中訪問這個代誌已經講足久的啊。哦，伊就年就開始講啊嘛。哦，啊嘛無可能要等到下半年度嘛，下半年度選舉代誌嘛，所以應該是上半年度。哦，啊說早就應該敲在這時間點嘛。哦，啊這個行程看起來甲過去差不多啦，伊就先去南京嘛，是啊，孫中山。遐個拜一個嘛，啊去上海看一下，講上海偌進步嘛，啊再去北京嘛，迄行程差不多是攏固定，差不多安尼啊。但是我看伊前後文，伊無寫講我習近平，阮老大習近平要甲你見面呢。啊，所以一開始，進前國民黨的我看足多新聞出來是講，莫用政習會、電習會，莫用這個名嘛哦，這就莫期待傷懸嘛。啊，基本上你既然若是我拄仔講的講，習近平親自部署、親自操作，基本上見面的機會介懸。係啊，伊即屆看起來，你就宋濤講的是奉授權來宣布的啊，唔是因來辦的啊，嘛唔
嘛不是王滬寧因辦的啊。哦，所以我感覺伊是洪秀權的嘛。哦，這是頭一步吼，小等再來回頭來講是安怎？這個時機對國民黨黨內乃至到講甲美國的關係，我想要請教李老師吼，李老師，同款的問題，咱國民黨黨內即擺是有共識講，好啊，不管如何，先行出一步，大家最大公約數就是9二共識。啊，伊個表無表，不要緊，我就是一支手表，我就去就對啊。啊，其他的都莫先講安尼。嘛唔知你講啦，像陳委員頭落講得足清楚的。這個個表來講哦，是國民黨家己有家己的立場嘛。啊，吼，其實講對方因家己嘛足清楚的。啊，問題就是講對方有的代志，大家有一個這個共識，還是默契啦。有的代志大家莫講破。因為若講破吼，兩方永遠講袂落去。有個代志就是安尼。啊，頭先洪老師已經講啊，講2019了後就無迄個個表的空間的問題。吼，對啦，一開始習近平踮咧2019年1月2號，伊當初咧紀念迄個講到台灣同胞書40周年的時陣，習近平安尼講嘛。問題後來吼，國台辦又重新說明，就講吼，這是一個中國原則和9·2共識，伊到尾慢慢咧講甲脫鈎啦，慢慢講甲漂化，變講吼，因知影講迄當陣伊講咧傷緊，當然迄當陣因對我來講啦，迄當陣因對迄當陣咱選舉可能有一點誤判，因為迄當陣看起來就是講2018年迄當陣攏迄個啥韓國瑜嘛。席捲南台灣，嘿，所以想講，看起來2020年國民黨可能有機會，所以迄當陣就受習近平就想講，我先來定調，哦，我先來定調，啊，等贏的時候，兩方應該順勢來講，啊，問題迄當陣因無想到是到後壁的香港出現反送中運動啊，啊，規個送變講是送蔡英文返回總統府嘛？迄當陣大家攏知影啊。迄當陣香港的反送中一出來，啊，大家知影迄當陣韓國瑜一定輸的啊。所以迄當陣中共才發現講，伊嘛知影講話有若講咧傷緊的時陣，後壁就歹收線。所以因即馬開始慢慢咧講話的時陣，就講咧較清楚，嘛較你講較軟調性啦，較軟。哦，較軟。當然對咱來講，因強的、因硬嘛是一定打得中的，係一定的。譬如講，兩岸一定要統一，啊，兩岸統一對因來講一定要一國兩制。老師，啊，若是鄧主席去掛一個將國民黨的黨徽安尼，即個12光芒的掛佇遮安尼，咁做出來，像頭仔鄧委員講的，甲做出來。你講黨徽來講，應該是無問題啦。啊，你講若國旗，迄就無法度啦，因為國旗你變講大家變講大家要拼無，要請拼無。無遐厲害啦，是講拄好無安尼掛一個拄好安尼。因為這有當大家就想有一個默契。因為他鄧委員我一個靈感嘛，應該是無拄好。這黨對黨。因為有當你有問伊講，因為我進前就請教過迄個趙春山老師嘛，伊當時有講了嘛，你若講迄啦。大家當陣為着咧馬習會踮咧新加坡馬習會第一屆嘛，當時講大家互相要講啥話，大家講好清楚。因為你無想要去用偏佔便宜，你不想被佔便宜，你嘛無想要吃虧啊。大家事先就講有的話無用嘅講。當然啦，迄當陣大家講馬總統伊若講9·2共識一中各表。問題因若講，因若咧講，因就要講兩岸統一啊。所以變講，大家就有一個默契，講有個話。好，莫講，但是可以做出來。我愛講吼，這是佇咧內底有講。吼，迄當陣吼，佇咧頭前5分鐘的時陣，兩邊攏無講。啊了後坐佇咧內底的時陣，兩邊攏講啊，我坐咧遐聽啦。因講啥物？我袂使甲你講，我不愛講，我怎樣我愛替伊講話，對吧？我甲你講，咱有甲咱的一中各表甲講出來，這是上重要。有滿島甲你打起來講，你袂使講。伊就
定定啊，來去看爾。無啦，你看爾，甲你看爾，甲你贏啊！所以我意思是講，伊就聽啊，伊就聽。你若講踮要公開的時陣，大家就知影講有的話，大家莫講啊明嘛。大委員來講解，對，有的話都莫講啊明。啊，就是講大家就講，讓迄個空間大家去解說啊。安尼兩花才有法度行入去。啊，我大家若結鬥死，講我歹聽就大家無可能行。聽起來兩位攏咧講話唔通吼，在手勢也較懸吼，唔通來減減，安尼講話吼唔通較強呀。但是蔡老師，你認為鄭主席即擺去到遐，敢有即個空間，通好安尼講？你對手勢賣也較懸，啊，你批人去唔通安尼來背，會使講敢通好講這話？不，已經起幾遍過啊嘛。完全都起幾遍啊！伊家己講的啊，伊講九二共識毋是一中各表，九二共識是兩花共隨一中，迄伊家己講的吼。啊，陳委員頭有講，馬總統過去吼見面的時候講，但是後來伊閣去大陸先講啥？各表一中，毋是一中各表，吼，這攏有文字的，吼，這毋免佇遐，這我甲你字嘛無效啦，迄文字攏寫甲足清楚的。1992年，就根本就無迄個共識，哦，恁甲創造出來，好，你講這是演的，嘿，無要緊。但是問題是安尼啦，佇台灣，你講中華民國要代表中國，無可能啊！你是國際，咱嘛袂感覺你是代表中國，而且是甲台灣人民北湖、金門、馬祖選這個中華民國的總統啊。所以對阮來講，這就是講兩岸佇這個所在是國甲國的關係無交叉。但是恁的主席，現任的主席講啥物？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吶，安尼變做啥？大家國際社會認為恁就是內戰吶，啊，所以阮袂使介入。所以危險性佇遮啦。啊，你一直佇台灣講吼，你講這個一中攏是中華民國，迄我真正攏聽無啦，真正我真正攏聽無啦。所以恁完全攏已經起過啊，吼。西講那樣，囡仔哪去啊？即馬較倒來甲伊講，無，阮這毋是咧講迄。伊全部就是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啊嘛，這足清楚的啊，吼。我看我毋免做伊的辯護律師，伊家己就安尼講啊，吼。啊，所以整個台灣的社會的民意嘛，毋是安尼。伊講伊是主流的民意啊，真正是嬰仔花毋知歹啦，大紅花歹毋知啦。伊差不多有2-3成好，國民黨支持者有可能會認同伊的想法，但是有7成的人是無認為講，你一定要接受9·2共識，你無一定要接受台灣是中國一部分，才會當去交伊講呢？趙老師，是啊，如果若照他黨委員講，黨委員講這一中，伊是看到的是中華民國哦，啊，這中華民國是甲做出來，雖然我無同意，啊，因咧講的時陣，迄陣去新加坡講出來，講人伊嘛是安尼目睭盈盈甲你看。是，啊，你若是堅持到即馬，我感覺講，哦，啊，你內底講的，甲你佇外口講的，啊，甲包括你即馬的主張，表示你有一致性嘛。但是恁已經攏退幾60步啊，即馬再來回頭講，吼，阮較早吼，阮其他攏有甲伊講，迄過去啊，吼，迄是過去啊。而且足簡單的道理啦，吼，台灣的民意都毋是安尼嘛，要不管是9·2共識。啊，是台灣無屬於中國的一部分，這種足清楚的民意。這我有時間，互黨委員來。這是你代表你個人，還是代表着鄭主席安尼？我無代表鄭主席，當然我嘛代表着迄當陣我有參加的時陣，我來解說。你講吼，迄當陣佇咧新加坡的時陣吼，咱馬英九是迄當陣的總統呢，總統到對攏總統呢，所以總統哦，迄當陣所做的這個代志，說兩方有參詳，啊一步一步。啊，了後攏會使接受即發生的這條代誌，所以迄是一個最重要的這個時刻啊。啊，後來不管是安那的見面，迄攏毋是咱代表國家的領導者去到遐呢，這攏無共款，袂使安尼比一。吼，這頭一個。第二個哦，你講哦，這個聽無，我講哦，聽無去看憲法啦，憲法現在就清楚了。大陸地區寫在憲法增修條文11條啦，吼，那沒有修憲，憲法就在那一邊。啊，另外就是說，台灣人主流的意見是這樣，主流的意見愛和平嘛，不愛戰爭嘛，愛發展嘛，希望繁榮嘛，這就是台灣主流的意見嘛。啊，意見是安那個做掉，啊，你兩岸關係無關係，啊，那國民黨無過遐，把這兩岸關係甲和平甲建立起來，啊，未來是要安那發展啦？吼，這是
台灣主流的意見。聽起來，陳委員你一直強調講，咱是中華民國，唔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嘛？啊，當然哦。吼，咱有咱的憲法嘛。啊，所以這擺鄧主席去的時陣，其實是無簽寫這。無可能直接談一個協議。吼，你甲看，大概吼，這個董主席若去，已經去過4擺啊啦，吼，嘛無簽什麼協議啊。啊，你講馬總統迄當陣去新加坡，迄天暗時吼新聞出來，媒體來甲我問，我頭一條就講未簽什麼協議啦，無什麼共同的聲明啦，剛去遐握一個手就要轉來啦。我迄當陣安尼講啊。啊，可能握一個手，啊，你甲看，握一個手，迄影響足大個啊，代表這個手握起來，代表講佇咧九二共識這個共同的這個基礎，兩岸下黨佇咧遮各自向全世界表述，對不？咱在表述我們的中華民國啊，吼，我們各自在這邊表述啦，吼，這就是咱甲做出來啊，所以我感覺講習近平去當陣接受這個 protocol， 吼，這個馬習會佇咧遐，代表伊的底線佇咧遐，只是後來咱遮變啦嘛，咱遮民進黨起來啊嘛，伊嘛無接受九二共識嘛，吼，啊，所以後來發展嘛無共款啦。啊，後來習近平閣是國家領導者，啊，不過國民黨主席唔是台灣的總統啊，所以講迄當中後壁發生的代誌，甲頭前馬總統去的時陣袂當比啊，所以袂當比，這袂當比啦。啊，所以董主席這一擺去，主要的意義你看起來是啥物？我拄則就講，上主要的意義就是和平，啊，閣有一個可能，上主要就是講兩岸啊，閣有可能賣相戰。啊，咱國民黨雖然講咱咧，啊，你聽咧，啊，你要講你嘅，咱嘛知。啊，不過佇咧一個大家無法度講較足清楚嘅基礎頂懸，咱有基礎，啊，下當坐落來講，咱會在一個無法度講較真清楚嘅基礎頂頭去講一個基礎，有一個基礎，有啥物基礎？有一個講袂出來嘅基礎，有一個講袂出來，但是除了九二共識之外講袂出來嘅，啊，講無共款嘅。啊，這大家攏知影，但是伊即馬2019就甲你摕掉啊！啊，伊會變來變去啊！你拄則嘛講伊今年安尼，啊，你閣甲空過，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講吼，主要是兩岸關係安怎會當交流起來，講是一回事，做是一回事，這是事實。兩岸關係一直是安尼，所以講吼，我是感覺講即馬吼，咱應該對這個兩岸吼有交流，啊，會當繼續發展。為這個方面來看，啊，硬要做袂出答案。我當然是相信講愛行動愛做吼。但是安老師，不管是國民黨還是民進黨還是民眾黨吼，在行動上，伊就是現不現，伊就甲你限制講，啊，你若無承認九二共識，你就莫來。啊，這就是拍死角啦。不，這個是兩岸的問題，就是講應該照你講，袂使有條件。你若莫有條件，你交流毋是較正常嗎？你莫有些條件嘛？你即馬就是條件，就是講。你這個黨有支持有信任的才來，無信任的就無愛來，啊，就表示兩岸就講袂好勢啊嘛。現況就是拄仔講的，不管委員講的，中華民國甲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兩個國家啊。啊，你要交流，你來個限條件，你要先承認講我，你要認同我才使來。咁是安尼，啊，照你講就是等來講，好，咱應該是主張應該是講無條件啊，啊，你為老百姓開始大家交流，慢慢為面頂起來。啊！你講台灣的未來，和台灣人該決定嘛。老師，我會當安尼披露咯，無有可能較無對等啦吼。中國是希望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，啊，咱是希望民進黨政府是希望以先互相了解為交往。先交流對啊！啊，你無法度就是講，你已經在你限制底下，就是講你要先承認嘛。比如講，你民眾黨講愛兩岸一家親嘛。就是講你有一個條件，啊，這就是這條件是讓你定，北京你定，啊，所以定這條件了後，這交流就袂公平啊嘛，就袂公平起來啊嘛，對不？啊，你好，啊，你若要講為了維護這中華民國，啊，你家己委屈講無，即馬來我嘛支持這一中，你即馬你是在野黨，你已經支持一中啊，啊，即馬上大的就是講，即馬北京咧處理兩岸問題，攏是外交系統咧處理。哦，包括台辦系統嘅，即係處理嘛，攏外交系統。所以即嘛你唔是通戰系統，攏是外交系統咧處理。所以即嘛咱以後不管是國民黨嘅主席，還是民眾黨嘅主席，你講嘅即話攏會使互即國際咧宣傳。
哦，你支持啊嘛，所以人要同國際講的時陣，講恁台灣內底上大反對黨的主張都唔是安尼啊。所以即嘛，這問題卡佇遮嘛，就講宣傳可能較重要，交流有法度通實際改變啥物足困難的。哦，所以這還有出口轉內銷的問題哦。宣傳主要是要宣傳。哦，但是那是宣傳，這對國民黨的選情有幫助嗎？那照你講就是講，來甲你看嘛，就是交流了對你對選舉有影響無？哦，這選票就知影嘛。安老師，你的評估咧？我感覺當然這啦，以目前啦宣傳上這交流，為什麼伊不愛年底去，要即馬去？伊嘛感覺一定有影響到的啊。所以伊要改提早去嘛，唔是年底去嘛。你若有幫助，你應該是選舉前去上好啊。咁是安尼，你選舉前去若有幫助，對選票有幫助，你應該是喺排伫年底去啊。以前敢有人你要選縣市長進前去？敢若攏無呢，攏是。會使想看覓有啥物安尼嘛？是安怎要安尼？安尼啦，我先安尼講啦，我是講即屆國際到底是看到啥物代志啦？你若講啥物，即個九二共識安怎吼？國際聽無啦。因咧關心的是說台灣海峽會拍起來無，所以因要關心講和平敢有可能啦。啊，若今仔日看到咱國民黨的黨主席甲大陸的習近平有見面，咱因會感覺講哦，兩岸還佫會使講嘛，吼，袂隨拍起來嘛。無即擺因咧煩惱講2027年敢會拍嘛？大家咧關心這嘛，所以一個和平的訊號吼，這是上重要。哦，啊，你第二個你講吼對選舉講實在哦，這真歹講，是安怎？啊，佫足久嘛，啊，佫有即個第二輪主席講去到大陸了後，要去美國，吼，啊，第二輪主席去到北京了後，川普嘛要去北京啊，吼，啊，你講後壁發生啥物代志？我是講吼，這個會議本身吼。唔是上重要，是上重要是後壁會發生啥物代志啦。若是兩岸關係會當吼開始佫交流，吼啊大陸觀光客會當佫來，吼啊會使佫歡迎。這是有意義。這是有意義的代志嘛。就是無意義。無呢，大家就會懷疑嘛，對無？所以講吼，這就要看後壁的一個發展嘛。啊，但是李老師，講要拍，也唔是咱要甲拍，是伊要甲咱拍咧。這頭一個，啊，第二個是講，啊。對啦，講會和平，但是即擺美國是目睭金金講，你著愛較注意誒，你這無人機啦、飛彈啦，你咧買，你著注意你伊即擺會敢會沙無漲，尤其像羅秀燕最近佫調工接受自由時報的訪問哦，伊這是啥物？我確實沙無漲呢，老師。這我知影啦，這當然大家。哦，老師知影哦。無啦，我意思是講，大家攏知影，中共對咱台灣有對，你講為1949年來到即馬，對台灣一直有企圖，大家攏知影，迄毋是習近平起來才講的。因為1949年開始就已經有任何企圖啊。這當然，咱啊家己愛封閉啦。啊，當然我感覺講吼是講，即馬兩岸因為無想要相戰，無想要發生戰爭，所以咱愛想辦法去突破嘛。吼，咱愛想辦法去突破這個盲點嘛。當然，大家攏知影，即馬台灣無迄個能力，無迄個意願要去拍大陸嘛。即馬。完全是大陸用這個伊的軍事力量來威脅，這我知影，這我真即嘛這攏知影。問題就是講到什麼情形，還是講兩岸關係到什麼會惡化到真正拍起來，才引起戰爭嘛？大家攏知影。所以有人去講，也是算作好事。當然哦，講一定是好事嘛。但是老師，是我頭下看了一個資料，2月初。中國的政協主席王滬寧接見到中國國民黨訪問團的時候講，這抗擊和平的基礎必須是以中國的統一為基點。啊，這擺若去就當作唔知影這個代志安尼。嘛，唔是講唔知影啦，就是講話這吼可能公開的時陣。哦，兩個咧講話是有可能，盡量避開罵，無你罵啦，就是講盡量避開所謂這個較敏感的，
吼。啊，當然私底下大家安怎講，當然外口人無人會知影啦。我小等互伊時間來好好啊講。這個是啦，因為這攏是這攏。這我真愛聽咧，阮記者上愛聽這。所以有啥物講，美國無反對講，第二輪先去大陸，再去美國，因為大家攏知影，美國嘛想要知影講，你去北京以後，恁美國應該無需要伊去美國甲報道，伊就知影吧？無一定啊，因為講啊歹聽，北京嘛無一定會甲美國講實在話啊。所以你講這為着這代志，大家都嘛是講為着無想要相戰，無想要爆發這個衝突，對話是必要的。老師，蔡老師，咱是安尼看吼，因為即擺川普政府看起來是甲中國是要四五克哦，吼，即咱雖然講是鬥而不破。哦，未破去，但是伊會看講，恁即擺這演倒一出，伊安怎來解讀呢？你安怎來看美國？安怎看咱？也是講看國民黨政府，尤其在軍購、軍售頂頭的這個態度。其實足清楚的啊，對話無可能產生永遠的和平啊！你若人講相信講，敢若靠對話會當和平，英國首相周佩倫去甲希特勒見面的時陣。好，轉來講來，我這世人，咱這世人10年的和平，我帶轉來啊！啊，最後的結果是啥？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講吼，你要靠實力啦，吼！啊，若要買軍售，唔通買迄個3輪車啦，無查無掠的3輪車啦，伊得買迄個3800，吼，要買3輪車嘛，你唔使買幾台的啦，吼！啊，這意思足簡單咧，你要去交伊講這個物件的時陣，你本身愛立場愛徛掉啦。啊！你一寫你就攏已經攏照伊的意思啊，你就接受迄個原則啊。即馬佮轉來甲我講吼，中華民國的憲法啊，足簡單的嘛。中華民國憲法大陸地區安尼好，你感覺這是中華民國的憲法？啊，我問你，習近平伊到底是啥物人？伊是毋是中華民國的國民？恁的邏輯會變做安尼呢？你若不交伊切無理，啊，你佮講吼，咱的不愛承認伊的主權，你叫伊賣承認咱的主權。佫有即落個哦，咱無承認主權會使啦，吼！啊，你叫中國人民共和國莫承認咱的主權，你著等於攏放棄嘛。所以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講，交流毋是無人反對啊，但是伊不時就甲你拔條件啦。啊，你攏無愛講伊拔條件，你著講無啊，阮去攏有見面啊，吼，啊有握手啊，啊，轉來阮會當感覺講我這個，那國際政治是安尼用握手的，就當解決問題，安尼今仔日國際政治攏無衝突啦。哦，蔡老師是假設性的問題啦，吼。是。如果，不管是習近平也好，還是中國共產黨未來的這個領導者，就講好，安尼來，咱一個中國，一中政策。啊，你叫你的中華人民，我叫我的中華人民國，啊，你叫中華民國，安尼，咱敢通接受？啊，叫過來講，安尼。啊，伊的意思，比如講吼，咱若兩個攏超白大，啊，攏維持現狀吼，啊，你有你的主權，我的主權，大家來講，啊，足簡單的嘛。主權的部分是無法度講的啊，是安怎？因為我若要愛你的主權，你就是愛犧牲嘛，啊，袂得我犧牲爾，吼，所以主權的問題無法度用講的，毋是講引起對話甲交流度，我解決主權的問題。請軍入行啊，好啊，來，你叫中華民國啊，來。你要愛中華民，來，咱坐落來好啊講。啊，這李登輝就主張過啊，特殊的國家關係啊。毛澤東嘛主張過啊。無啦，人單位話講，反正伊變來變去啊，過去的物件，敢若食抗生素，以前的抗生素摕出來過來試看覓。得兩種爾嘛，一種是統一，啊一種互去互伊統安尼啦，吼。啊，你看你就是種啦，我意思嘿是。這個吼，李登輝總統迄當陣咧修改憲法的時陣吼，這個增修條文一開始就寫吼，為因應國家統一前，這條迄當陣伊寫的啦。啊，你即馬若講吼，這個不管是王滬寧還是啥物人講啥物統一中國的前提，你就甲這句甲殺轉去嘛。就是把中華民國憲法推出來，就寫在前面了嘛。哦，啊，這就是咱的武器。咱甲咱增效，咱就甲增效等。啊，這不是增效，這咱憲法的。你那時候講咱憲法增效誒。哦，咱的憲法迄當中有一個這個程序哈，啊，在這個憲法增修條文頭前就已經寫一句啊嘛。所以內底還有分憲法增修條文11條有大陸地區跟自由地區嘛。
吼啊了後咧，你若講這習近平是不是咱的這個，伊就不是中華民國有戶籍的國民啊，對不？伊就是算講兩岸關係條例裡面不是自由地區的人嘛，所以你這咱的法律內底攏足清楚誒，你就提這個去甲因談判。你講迄當陣阿扁做總統，兩岸關係這個蔡英文咧換的時陣，唔嘛是甲這憲法、甲這個兩岸關係條例搬出來嘛？這是迄當陣咱共同寫出來的增修條文，啊，共同處理的兩岸增修條例、港澳關係條例，啊，用這來處理就會使啊，啊，大概攏是因講因個，咱講咱的啊，你即擺就要坐咧遐，啊，就坐袂出來，啊，我重新強調就是講，即屆上重要是一個和平的訊息，當全世界攏感覺講台灣海峽最危險，會相拍無，咱發現講會有和平的可能，安尼互大家看到講即屆。台灣有可能和平，啊，毋茫講美國，講實在美國會關心的，美國足關心的。迄當陣馬習會了後，美國就一直關心講你到底講安怎？啊，恁兩個關係到底是安怎？喂，恁啲房間內面是講啥物啊？美國雖然甲大陸吼有咧接觸，伊嘛是充滿懷疑，充滿不了解。所以講當兩岸會當甲伊講的時陣，因是歡喜的。吼，這表示講因免足麻煩嘛。你問無？啊，酷問啊，酷問講安怎見面？啊，你是安怎安尼安排？啊，因是安怎？啊，你感覺伊是安怎？因是足想要了解，甲你講事實。美國的情報吼，美國的國務院是足想要了解這個。對於中國來講，伊最好嘛，莫甲伊相爭嘛，莫為着台灣甲伊相爭。啊，若是和平有可能對美國上好嘛。喂，啊，後恁內面是有講啥物？較趣味的代志哦。你講啥物？你講？甲因有講啥物較趣味？你講甲美國哦？唔是啦，我講馬習會。馬習會講實在，迄佇咧內底吼，後來吼，講實在，咱甲迄個演講的內容全部上網，吼，這個有一點點，我們全部上網。演講咱攏知啦，我是講無演講的，你講得在。我甲你講，裡面都照本宣科啦，裡面在。大家無看到，咱佇咧內底迄照本宣科啦，迄陸委會攏有記錄啦，因為迄當陣坐咧我邊啊，攏陸委會的工作人員啊，夠有四個啦，所以這全部都有記錄。無你頭講的，種目睭一直甲你用，佮一直甲你看，我看文字都無。你講看，互咱偏芳一個啊，咱才會知影講，其實談判啊，佫一寡空間，啊見面哦3分鐘，啊見到了啊，才會當小吐者，啊伊嘛通好講，轉來啊小反省者，安尼即招敢若可能袂使哦，安尼。我是安尼講啦，講實在吼，佇咧馬習會這場吼。咱吼應該吼繼續去看，因為未來吼，不管是民進黨繼續做總統，國民黨選總統，那國要愛兩岸有一個定心的領導人見面，迄就是一個劇本，迄是一個劇本，咱會當做甲安尼先。啊，中有真濟吼，兩邊的底線都是進行討論。拄則咧講中華民國，啊，迄當陣咱這個白紙頂懸要寫115年，還是要寫2026年？兩邊都要翻臉啊！結果迄記者會差一點仔無法度開，因為伊無愛互記者入去，因為咱記者頂懸寫105哦104啦，吼，迄當陣2015年的時陣，啊，所以因就無歡喜啊，啊，結果超幾個足濟代誌佇咧迄內底發生，啊，迄當陣咱是愛堅持，因為咱代表國家，吼，咱袂當互即個國家委屈，吼，啊，對方講實在，你一直講兩國。伫咧咱的憲法，咱無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呢。啊，是安怎你要讓？不，是安怎你要讓？今日時間有限哦，這個無法度擱展開啦。我要先請洪老師來講哦。像這種黨對黨的這個會談哦，在實際上而且政治進程尖打頂頭，咁有意義。尤其對習近平來講，哇，代誌遮濟着，啊，有個人是講。你看這個宋德哈頂頭講，中國國民黨鄧麗文主席就任以來，多次表達希望來大陸訪問的意願。中共中央甲習近平總書記歡迎並邀請，意思是講，啊，你落來甲我講遮濟擺啊，啊好啦，有人安尼解讀，安尼敢對？當然這是安尼啦，就是講，這黨甲黨咧交流，這就變成。黨對黨的交流，你若法度，但國民黨講好，你交流了，你變你的政策，啊來等來台灣對咱的選民，哦，啊這嘛是一個你家己主張嘛，哦，但是你嘛等來講，這唔是跟他接觸就是和平啦，
吼，你愛和平就是愛講，起碼是阿強對咱有無當然威脅嘛，有軍事威脅嘛。但是咱會愛用講啊講，哦拍袂落，要拍台灣唔遐簡單呢。咱若自家己無迄個才調，無迄個能力，基本上真也是和平。和平唔是干那講，我都同意你的主張，我對咱就先導航啊。這種導航式的和平，老實講是袂久長的啦。你就像看香港就共款啊，香港咪簽落，敢有到50年，無到50年就變化啊，對無？啊，所以這基本上和平唔是干那靠講見面就使化解。吼，見面是講大家感覺講我了解你的主張，啊，你了解主張，大家嘛愛講，大家要讓步無？你若無讓步，這和平有可能會為遮來，對無？啊，等下到實力原則啦，你要有這能力，互伊唔敢來你拍。這才是和平嘛。但是鄧主席伊個人講，我絕對三個目標嘛，吼，一個上後尾一個目標就是講愛和平，唔通兵凶戰危。咱即擺甲美國一直買武器，美國一直叫咱來買武器。你就是兵危戰危，就是你。是不是咧罵美國？你愛特別，你愛北京講啊，莫逐人威脅啊，威脅是佇北京，唔是咱啊。對不？這個風險佮威脅是攏是為北京來的啊，唔是咱台灣造成的啊。會使講這老大無你甲伊講，敢有法度？當然，這是兩塊問題上重要嘛，是基於個中美的關係啦。好，啊個個國際情形啦。好，咱兩塊老實講是一個因素較少，較大因素就是中美啦。中美嘛，那李老師你安怎認為呢？你講你個兵凶戰危，就是。美國老大講，你中美之間恁咧戰啊，先拼先害死高階天。這確實啦，因為吼，對於咱台灣來講，咱確實無法度決定講，咱兩岸還是講這個台美，還是中美這個關係，這個三角關係要哪行啦？因為咱實力上弱嘛，我們實力最弱嘛。吼，當然咱進前是。一個拍拼努力是講，希望講中美關係莫影響到咱甲美國、咱甲兩岸的關係，安尼嘛，吼，咱應該做是安尼啦。啊，問題即馬川普要甲習近平要交手啊，大家咱攏知影，佇台灣加減攏會緊張啦，像講喂，你川普甲習近平到底要講啥？啊，你講的代志敢會牽涉到咱台灣，對無？啊，我當然對川普來講，伊生意人嘛。雖然講大家攏知影，雖然講伊1月份本來美國已經要賣第二批的武器給咱啦嘛，第二批一個唔是講武器呢，是講一個軍售案給咱嘛，比去年宣布更較濟哦。啊，問題伊就講啊，為着要甲習近平見面，伊甲推遲，伊是講推遲而已，無講取消呢。所以對於川普來講，賣軍火去台灣是生意，是生意，是生意。伊這甲伊後壁的這個金主有關係。我習近平你閣安怎反對安怎好啦，互你民主，我後門前賣宣布。所以老師，你認為這唔是這個戰略性的思維嗎？這當然是啦。啊，問題就是講這邊安怎行？變講你台灣都愛看啦，都愛想着講對，咱強化咱的自我防衛能力是確定的，是應該啦。因為你想兩隻，想國力，若是講你的軍力太弱，啊，講歹聽，大家你對方都根本唔免拍啊，甲你嚇驚一，你可能就投降啊嘛。啊，問題是咱愛思考是講，兩岸的軍備競賽會用行落去袂？啊，咱台灣會用食偌濟？當然，即馬外政府就是講啊，這個1.25兆元是必須的。當然，這個數字大家討論，大家應該看。啊，那羅市長講的迄個數字，你敢有同意？我是感覺講啦，因為羅市長吼，去美國回來以後吼，伊可能啊，伊這個吼，加減啊為美國伊接受到上新的這個資訊嘛。吼，伊都嘛知影，所以伊可能吼對伊來講是講，那這個9000億到一條來講吼，就差不多是講第一批3500億
台票，就第一批去年第二批差不多150億美金，後來要來嘛，所以加起來就差不多這個錢啊。啊，加起來就差不多這個錢啊。差不多是攏總統伊的意思啦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國民其實對國民黨來講，國民黨美國要賣吼，國民黨從來攏是同意的啦。哦，因為國民黨嘛無。包括電主席嗎？確實啦，因為對國民黨來講，美國要賣吼，確實無法度動。問題即馬國民黨希望是講，你即馬錢收濟有誒，即個軍備案哦，你應該囥你年度預算入去嘛。啊，當然即個錢偌濟，大家應該討論嘛。因為這都國民黨對你講啊。這嘛是個一個叫國防產業啦，就是講個一部分是國防產業啦。對，確實啦。就是要支持年度預算也才出力啊嘛，現在一定還放在8年特別預算來那個年度預算無夠咧，年度預算編落了，其他就白拆伊啊。伊即馬咧講這就去講哦，啊，就剩50幾億，啊，你嘛無法度買啊濟，因為這一長期一屆要買幾偌棟啦。好，我要講的就是安尼啦，3月30軍機1台。軍艦6台，公務船1台，迄天就是宣布講電釋會。29號軍機1台，軍艦9台，公務船1台。28號19台軍機啦，伊敢有放軟嘛無啦。啊，恁個總統馬總統哦，這你過去交伊迄落，伊講啥你敢知？修剪就是最後一屆也無啊啦，就無法度拍。而且佫一直國民黨一直咧懷疑美國袂來啊，但是美國的官員哦，體育官員甲我講。蔡老師唔是安尼，阮美國攏足關心這件代誌的，是才會甲中國放掉。恁袂使吼，佇遐大主大意要來決定要攻打台灣哦。阮絕對無可能會當放目睭客客。但是你佇台灣一直咧講這個哦，美國哦，還咱袂信任一啊。啊，這武器的部分，迄個最後迄個講啊歹聽，迄發票要開出來，大家要簽約，你講無，這愛審查。恁攏無了解迄個聽詞，你是本身是國防外交委員會，恁有話咧講迄個，我真正攏聽袂落啊。我真聽袂落。是。來，我互伊時間來回應者。伊即擺毋是現金嘛？對啦，你想清楚這個聽詞的嘛？你個人會點講這哦無？已經吼。無，伊嘛歹勢講伊的動詞啦。來，甲你講啦，即擺美國的第2攤的這個軍售到單，啊無講清楚到底偌濟錢是啥物武器啦。啊！你即馬叫咱立法院吼，伊啥物話攏無講的時陣是殺一條錢哦，空咧遐講要互開。你講立法院敢有即款的？無國家的國會是安尼咧做代志的。上無你嘛講一個啥物項目啊？安尼偌濟錢吼？啊，咱要加起來3800億加 N， 那個 N 就是要加在這上面，已經互你足善意啊呢。就開迄個秘密委員會啊？啥物秘密委員會？你在美國根本啥物程序攏無通過。吼！啊，你攏無講，咱即馬就要空一個。你凊彩講一句，咱就4、5千個空了後，你開，無安尼咧過法律的。咱即馬會當一個加 N 已經是甲伊講，不管如何，你迄若通過，吼，你若見過習近平了後，你要公布的時陣，咱已經傳好啊，你莫煩惱。啊，不過咱即馬是民進黨政府殺一條幾千億，國內底要開的錢，甲伊夾做伙。以早咱甲美國咧買的時陣，攏是伊家己的特別預算，家己咧開的。國內的攏家己的國內咧算咧，頭一擺這兩個甲鬥做伙，德國咧鬥菜刀，啊是安尼鬥做伙，無需要。我補一句，因買電腦無買軟體，因的邏輯在講誒，國內買無人機飛彈跟美國無關係。無，我報7項：精準火炮、飛彈、無人機，吼，啊個防空飛彈、C5ISR，啊甲後勤。啊，甲這個裝備系統，其實我講啦，你去審查伊就開一個機密的會議，講來講這要買啥。啊，當然你即馬無參加，我可能我會當理解。吼，你會當講，這攏暗，唔是安尼啦，莫去講這暗的代誌。你會當講哦，你嫌講這貴，我會當接受。但是恁的意思到尾啊，你嘛是買8、9千億，啊有啥物無共？國內要開的幾個千億，係咧年度預算。哦，這有財政紀律的當關。買就對啊啦。這咱家己逐年攏會使買。是。嘛，這基本上就是講咱基本上國防攏太依賴國外嘛，啊，所以咱愛家培養起嘛。啊，即嘛無人機這部分無人艇，這美國甲咱的廠商攏有咧合作啦。哦，這基本上咱若法度當生產，除了家己用以外，擱在外銷，這是一個產業啦。啊，這是民間還是政府愛做一個活動？當政府你愛投資入去啊。吼，啊，就民間咧愛發電啊，因咱台灣不管是電子業啦，還是這生產，咱基本上是足強的啊。啊，但是咱無大政府的
而且開錢開入來嘛，這變成產業嘛。哈，所以咱會當期待這個習近平甲川普會後了後會公布對咱台灣的軍售，會當正面期待嗎？因為這主要川普甲習近平的見面，因為牽涉問題唔單單台灣的問題啦，因雙方的貿易問題、國際問題真多啦。所以我感覺伊唔干那要跟他講咱台灣的問題，台灣問題是因兩個對是一個足小的點，唔是主要，唔是主要的問題。但是咱就咱咧淡淡咧看，李老師想要，你感覺鄭主席你上期待伊去到中國了後轉來，伊會做啥物代誌？無啦，因為這個回人機較少誒，還是安怎？當然，伊會希望我是感覺講，伊一定會甲習近平講，這個台灣民意的願望啦，一定會講的啦。啊，希望的代志啦，當然嗰邊是大家攏想要佇的啊。啊，如果習近平啊講，恁就愛安怎呢？這邊安怎回？這可能無法度回啊咯。